你有小钱小爷。死者，请你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不要诈尸，趴下。就是。此案发生于上月，深山中的一处农家，死者像这样俯卧在地，背部中刀，但房中的门窗皆从内部紧锁。凶手是如何走脱的？真相只有一个。学生已有结论，死者为自杀。妍妍，这何以见得是自杀呢？记好了，记好了。门窗从屋内锁死，凶手不可能逃脱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凶手，死者是自己杀了自己。那这背上插着刀又作何解释啊？这还不简单？用冰块冻竹刀柄，锋刃朝上，背对着锋刃，纵身一跃，不就完了吗？妍妍果然是聪明啊！这上个月还未入秋，何来的冰？你以为都像你们府上一样有冰窖啊？上个月啊。那你说，凶手怎么跑的？要我说啊，我觉得应该是你来电话找我啊！吓得一激灵。三七，你有小钱小爷。死者，请你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不要诈尸，趴下。就是。死者的面部太过狰狞了，谁有帕子，将他的脸盖起来。大家都看到了，这里有一位女性死者，年龄不详。我们现在来继续探讨一下。很明显，如果看到一个人死了，那么第一点就要看造成他死的原因。这里不用看，就是这把刀。第二点，就是要确定死亡的时间。通常我们怎么判断呢？死者身上一般都会出现尸斑。第一是手部、腕部、颈部，再看他的瞳孔。死者又是你！各位，首先看到一具背后中箭的尸体，你们会想到什么？不用猜，射箭的人一定是在那儿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我们要寻找到这个人，就需要看一下死者，请你扮演好你的角色。疼死我！这支箭的材质，可从哪里？这就是你一心想让我来的国子监吗？